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敬畏。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兄姐对于敬畏的位字很有意见，牧师同意他们的看法，因为基督信仰所带来的是平安、祝福、喜乐，不是为了让人因为害怕的这样的一个信仰。是的，基督的信仰不是像民间宗教一样，是使人心生畏惧而来烧香来拜拜。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连上帝都不怕的时候，这样的人还能够谦卑的顺服上帝吗？纯敬畏上帝的心其实是一种信仰态度，并不是说上帝要让人家心生畏惧这是完全不同的意义。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5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上主啊，我听见你的作为，心中就充满敬畏。求你在我们的世代重新做你做过的大事，求你在愤怒时也显示怜悯。上帝要再从以东来，神圣的上帝要从巴兰山来。他的荣耀遮盖诸天，大地充满颂赞他的声音。他带着闪电的亮光，光芒从他手中，就是隐藏着他大能的手中射出。在他前面有瘟疫，在他后面有死亡。他一停住，大地就震动；他一注视，万国就战斗。永固的山岳要崩裂，长存的丘陵塌陷，这都是他古时走过的地方。我看见古山人恐惧，米甸人发抖。上主啊，是不是河流使你发怒？是不是海洋使你生气？你驾云而来，乌云做你的战车。你使你的子民战胜，你抽出弓准备射箭，你使河流裂开大地，群山一看见你就战斗，水从天空倾倒下来，水底下的水翻腾，波涛汹涌。你急速的箭一闪，闪亮的矛一晃，太阳和月亮都停住。你在愤怒下跨过大地，你在气愤中践踏万国。你出去拯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选立的君王。你击倒邪恶的首领，彻底消灭他们的部属。当他的军队像暴风雨驱散我们，像暗地里的欺压穷人的恶霸窥视我们，你的剑刺穿了他们的将领，你乘马践踏海洋，大水就翻腾。人们是因为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上帝曾经为以色列人所征战，因而他们就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，因此也就要更谦卑，更学习尊荣上帝，听上帝的话。说到听上帝的话，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摩西他是上帝忠心的仆人，但最终他却因为不听上帝的旨意而得罪了上帝。另外，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也跟随了他足足有3年的时间，但他们却都听不懂他们的老师的话。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预言了自己的受难，可是
他的门徒却完全不能明白。圣经说，耶稣把12使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我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记述关于人子的每一件事都要实现。他将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戏弄他，侮辱他，向他吐苦水，又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但第3天他将复活。门徒对这些事一样也不明白，对耶稣所说的话茫然无知，因为他那些话的意思是隐藏着的。是的，我们必须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，谦卑顺服，与主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学习听主的声音，试图来明白上帝的旨意。这才是基督徒信仰生命的品格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山支援你，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悦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，颂赞我们的上帝，庆祝你的凯旋。愿上帝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，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的圣高天应打他，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。有人倚靠战车，有人倚靠马匹，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要坚定不移。上帝啊，求你使君王得胜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敬畏谦卑的心，学习顺服上帝，学习听从主的声音，来明白主的旨意，来跟随主的脚踪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